哈利話你知，泰國銀行戶口未開到停用都可以交到電費，利用 Lazada 冇錯啦，喺 App Store 揾 Lazada Thailand 呢個嘅 mobile app 下載。Lazada Thailand 喺香港咧係唔需要用 VPN， 唔需要改地區咧都可以下載得到嘅。下載咗個 app 之後，當然你要登記使用啦，將你自己嘅資料填好晒，然之後 account activate 啦，就去右下角揾到圖像嘅位置 account click 入去，碌到底，你會見到 Bill and Payment 呢一個掣，撳入去。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可以交好多費用嘅，水費、電費、手提電話費都可以㗎。今日我哋講電費，咁你揀咗電費啦，click入去，你就要輸入你嘅帳號號碼，即係電費單嘅帳號號碼。你可以揾翻你張電費單，好容易揾到 CA number， 將個 CA number 填咗上去，咁跟住咧，佢自動就會出翻你個全名。對過係啱啦 match 啦，睇埋個銀碼，呢個就係你要交嘅電費銀碼啦。嗱，留意 Lazada 咧係需要加錢嘅，所以佢要加500，咁所以你嘅總費咧就係電費再加500，然之後就揀付費，然之後再揀付費方式，咁你記住要揀 credit card， 因為你冇泰國戶口嘛，所以你用香港或者其他地區有效嘅信用卡。輸入晒你嘅信用卡資料之後呢，再撳俾錢，跟住佢會要求呢你做一啲人面識別嘅，呢個你自行決定做唔做啦。搞掂核對，咁你就俾咗錢噶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嗱，其實喺泰國生活呢，有好多問題可能會遇到噶。我哋啱啱推出咗一條播客嘅短片，總共分3集。我哋會講好多會喺泰國生活遇到嘅日常問題，甚至講埋好多移居泰國你要留意嘅嘢。可以上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收聽翻3集嘅播客，或者問我哋攞連結啦。我哋曼谷買樓1、2、3用咗10年時間，都係希望為咗幫到你聯絡曼谷買樓1、2、3。